我叫鄭婉月，我喺2023年香港泰拳腰帶賽嗰度贏咗48kg女拳王。咁同時我想運用我嘅成就去栽培呢度嘅學生，將呢一個運動好好咁樣傳承落去。咁我而家喺建造學院度讀緊土木工程監工高等文憑嘅。土木工程佢接觸嘅範疇都比較廣泛啦，例如建造隧道啊、橋啊、高樓大廈，所以將來嘅出路選擇都會比較多。咁畢業之後咧，我都希望升做科文嘅。咁其實主要嘅工作咧，都係監督指揮啊，同埋協調工友嘅前線工作嘅。拳館都有好多喺建造業做嘅學生啦。我問佢你會唔會即係成日 OT 嚟唔到嚟操拳㗎？咁佢哋都話唔會啊，因為其實佢哋 OT 嘅時間其實都好少嘅。咁我相信喺我畢業之後啦，咁都可以兼顧自己嘅工作之餘啦，喺建造業呢一行都可以繼續去追我呢個嘅泰拳夢嘅。喂，夠鐘練拳咯，要唔要入去打交啊？驚你啊！我最中意就係隻抽。係咯。